女人一觉醒来，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和嘴巴全被封死了，她害怕极了，想要大声呼救，可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在强烈的求生欲下，女人摸索着爬下床，凭借生活中的记忆，一步一步往门外爬。至于昨晚发生了什么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好不容易走出房间，却不小心碰掉了墙上的壁画。女人并没有在意，紧握着扶手，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。眼看就要走到1楼时，她一脚踩在了玻璃渣上，女人疼得撕心裂肺，但是想叫叫不出，想哭又哭不出，只好忍着疼痛继续前行。终于来到了1楼，可是大门却被反锁了，她只能强忍着绞痛，摸索着去拿钥匙，可一不小心把包包打翻了，钥匙也落在了地上。女人趴在地上着急地寻找，可是钥匙就是不老实的到处乱窜，怎么也抓不住。就在这时，一双黑色大长腿突然出现，女人一番摸索，仿佛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可下一秒，她一把抓住女人的头发。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的女儿。晚上，女儿在厨房做着美味佳肴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Hey, sweetie, all good? It's so quiet here. Mom wouldn't disturb our dinner tonight. 父亲并没有感到意外，转身脱掉自己的外套，可刚走2步，脚下踩到一个东西，拿起一看，竟然是一只针管。